決定咗幾時係合適嘅時間俾仔女零用錢之後，下一步家長就要思考點樣指引仔女使用零用錢啦。會計師爸爸 Donald 對於點樣同小朋友約法三章，訂立用錢嘅原則有疑問，而親子理財專家李錦博士就點出咗預早同仔女訂立零用錢使用守則嘅好處。有冇權去自己決定點樣用咧？定係佢用之前要問個父母？咁嗰個自主權應該擺喺邊個度？問得好好。當我哋一開始俾小朋友零用錢嘅時候咧，第一樣教係教咩咧？唔係點樣用，第一樣教係先儲後使4個字，就係佢要儲起一部分先至用。嗰一部分咧，可能10%或者20%都可以嘅。總之一定要儲起一部分。咁跟住用嗰啲錢咧，咁你就先同佢定明啦。樣樣日日，我哋一開始俾零用錢啊，依家你大個仔啦，錢嘅時候要先儲起一啲先至用啦。第二，爸爸媽媽有講過，有時佢哋會參與嘅，佢會可能俾啲意見我哋可以做或者唔可以做，咁就唔使到時突然間你乜都冇講，隔咗半年後，你有冇儲錢啊？你都好似冇提過。早啲咧講好晒規矩咧，先至俾零用錢，咁就係你要減少咗日後咧喺個生活上咧個親子嘅關係咧，因為零用錢或者其他嘅金錢產生好多嘅拗撬，咁係唔值得。